嗰陣時候咧，蘇聯就已經有一個好大嘅疑問㗎啦，因為佢 mon 呢粒人造衛星嘅時候，發現到有啲位，咦，點解佢隔離有粒嘢喺度嘅咧？即係佢當時佢就以為美國佬彈上去，係啦。咁但係咧就美國佬咧就以為佢係蘇聯彈上去，其實兩個因為冷戰嘅時候咧就有一個好大嘅誤會喺早期。50年代嘅報紙嘅裏邊，個目錄嘅裏邊包括好似例如第一篇我會講梵蒂岡時光機啦，正啊呢個，John Titor 啦，聖日耳曼伯爵，咁呢個就其實係膽大黨都有係啦，膽大獎都有嘅，就 Edgar Allan Poe 啦，即係我自己一個最中意嘅經典恐怖大師啦，愛倫坡嘅死亡之謎啦，牛頓預言啦，講翻就係貝爾米茲，以前睇過《瀛環首期》最驚嗰個古仔咧，啲update 嘅嘢我就想補充落去啦，咁結果我就寫埋落去，咁而家呢個地方呢間屋咧就已經成為咗景點㗎啦，係啊喺嗰度，咁啊即係另外就黑騎士衛星啊、Man in Black 啊、如月車站啊，咁呢啲即係基本嘅古仔就喺晒裏邊。咁啊另外就 Simpson 啦，咁係咁精彩嘅內容，記得收睇《清酒神秘學》啦！